农民靠山食山，渔民挖海食海。咱当时讲到农民因为气候反常，收入受到冲击，其实这渔民嘛有类似的状况。除了污染甲人类掠鱼过多，害海洋的资源愈来愈少，这海洋的温度逐年咧升悬，嘛造成市场的变化。鱼仔离开原本生态的所在，洄游来放卵的数量嘛一直咧减少。亲像咱台湾附近的野生乌鱼、小港仔，搁别国亲像是美国的双叶鲫、日本的鱼货量，拢真明显的减少。公视台记者小军时代专题，也计是带大家同齐来关心渔民因为气候反常拄到的困境。渔船入港，现捞啊一桶一桶直接送上岸，真侪人客早就咧等要买上青的鱼货。不过，这几10年来，台湾近海渔获量所有减少的办势。野生的海产未来恐惊有钱嘛，无一定食得到。根据渔业署的统计年报，这所港类的渔获量25年来是只剩1/7。1997年的时阵，也阁有28402吨，到2007就只剩7365吨，减少7%。这2年的状况是搁较歹，2020、2021拢掠无5000吨。今年70岁掠小港仔超过40年的渔民张冠栋表示，虽然船顶的设备愈来愈进步，不过小港仔产量却是年年减少。张冠栋认为讲，上界主要的原因就是污染甲气候变化。因每一年的这个气候影响，就是小港仔收成影响最大，的温度升悬较悬，都不适宜无适合伊生活的所在。我以前30-40年掠个这船确实是一年一年歹。海洋大学环境生物海洋科学系教授卢学英表示，英国渔民伫咧6片外围掠青冷水的小港仔，即阵海温升悬，伫咧降一搭活动的，却变做是爱暖水的盐港仔。另外，鱼类洄游的路线嘛受温度影响，较爱冷水的乌鱼、花灰等，这几年落南游来台湾的数量同咧减少。根据渔业署的数据，野生乌鱼107年要掠到超过100万尾，111年就只剩20-30万。冷水的这个消退，这个暖水的占据大部分，所以就变成这种暖水性的鱼，尖啦、什么飞鱼啦、鬼头刀啦，变成优势。冷水性的鱼类，它的量往往都比较大的，抓大数量的这种渔业将来一定越来越困难。那台湾遇到这款困境，日本2022总渔获量385万吨，是有史以来上较少的。也阁有美国阿拉斯加双叶鲫的产量，2018年到2021年，对80亿只减到剩10亿只。Snow crab are really a cold-adapted species and prefer these cold water habitats. Increased temperatures, reduced, smaller, more northerly cold pool extent basically results in a smaller area occupied by snow crab. 为着维持双叶鲫的数量，阿拉斯加当局2022头一届宣布取消掠双叶鲫。咱台湾甲国际同款，嘛面临渔获减少的困境。政府敢有相关的对策，通好帮助渔民？边近海的这个渔业要渔业这只一只船，你除了一种主营的迄个渔业种类以外，你会当搁从事其他3种迄个兼营的渔业，互咱渔民朋友有一寡弹性调整的这个空间。为着拖慢气候对渔业的冲击，渔业署鼓励渔民减碳，减少作业的时间，会当领奖励金。不过对渔民来讲，这渔获量减少的问题已经火烧目牌。为着领奖励金减少出海，恐惊袂付起。记者苏维林玉凯综合报道。